我很多人都来了，是吧？你让他看我搬家，让我找他也搬了，哎，让他跟我留也搬了，可能补了个干房拆了，哎，那我搬家一拿过来那看。这个好啊，太高了。包哥啊，包了，那叫啊，这都得给俺玩家，怎么是了？就怎么这了？啊，都不让弄了，干好嘛？哎呀妈！不过弄完出去，我这弄完出去，那天都大概下一次给他去了，那马路啊。ก็ปลูกก็ตัวที่เราปะตาละปลูกละหรือจะหรือจะเขาดูหน่อยฮะไม่ดูสิเราสร้างที่ไหนล่ะ